我们刚刚看到的呢是他们的战舞，是毛利文化里面最有名、最著名的战舞。那以前他们族人要出征的时候呢，他们会跳战舞，来让自己的心理、精神跟身体上面呢都感到有一种被神灵包围的感觉。那现在他们已经不打仗，已经没有部落战争了。他们跳战舞呢，主要是想要凝聚毛利人的团结，凝聚他们这个族群，然后把他们这个文化呢传递给全世界。那今天呢，也是他们最后一场表演了。那他们很谢谢台湾带给他们一个这么精彩的舞台，让纽西兰的毛利文化也在这个小岛上面呢发扬光大。那我们谢谢他们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再次谢谢他们。祝大家生日快乐！再度感谢纽西兰的奇舞塔神龙舞团。接下来为大家补充介绍，看到我们的沈家凤议员本人也到现场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请沈议员挥手？感谢沈议员大驾光临。